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GNG 香港日常。最近大家對竹棚嘅關注度都提高咗，喺呢度同大家分享一個期間限定嘅畫面，就係古蹟教堂再加竹棚。呢度係聖約翰座堂，位於中環花園道4號。佢係建於1849年，已經有超過176年嘅歷史。喺1996年，佢就被列為香港法定古蹟，係香港現存最歷史悠久嘅西式教堂建築。至今仍然都係香港聖公會嘅主教座堂。佢嘅歷史要追溯到1847年，當時由第2任港督戴維斯爵士奠基，1849年竣工，1852年祝聖。呢度係香港唯一一片以永久業權形式持有嘅土地，條件就係呢一幅地必須要用作教堂嘅用途。佢見證咗殖民地同埋戰爭時期，佢嘅位置係鄰近當時嘅美利兵房，所以係駐港英軍嘅聖堂。但係同時間佢亦都服務大眾市民。教堂曾經喺1873年擴建成十字形。喺1924年就加建咗副堂，喺1956年就加建咗辦公樓。喺日佔時期，即係1941年到1945年，曾經被改作日本人俱樂部，原有嘅彩繪玻璃窗等等嘅裝置遭到拆除，戰後先至透過教友捐獻集資逐步去修復。教堂原本係以維多利亞時期嘅哥德式建築為主。但係基於材料同埋技術嘅限制，其餘嘅部分就以13世紀初英格蘭常見嘅諾曼式風格完成，並且加入適應本地氣候嘅設計。教堂係以青磚同埋石材建成，外觀雖然偏向簡樸，但係附有好多特色嘅構件，例如尖嘅頂拱、呈肋骨形嘅外部結構、幾何圖形嘅鐵窗花。塔樓上面有好似炮台城堡嘅女兒牆同埋角塔，較矮嘅塔樓係以花崗石條鑲邊，有一啲好似三葉草形狀嘅小窗。考慮到香港亞熱帶嘅氣候，百葉窗係可以打開嘅。外牆原本係平滑嘅，但係喺1934年就改以粗灰泥批盪。位於正門入口有一個馬賽克嵌畫，係喺1968年加上去㗎。上面嘅標誌分別代表咗聖三一，即係聖父、聖子同埋聖靈。手掌係代表上帝作為創造者。左邊嘅荊棘、長袍、長矛、3粒釘同埋錘仔就係代表耶穌。飛鴿同埋火就象徵聖靈。鷹就係代表耶穌最愛嘅門徒聖約翰。中央係一個東敘利亞嘅十字架，上面放咗一個洗禮盤。教堂裏面其實仲有另一個洗禮盤，係用石做噶。呢一個已經係1890年嘅古董，裏面係呈圓形，外面就係八角形。聽講8呢一個數字係有一啲特別意義噶。上帝係用咗6日去創造天地，第7日就係安息日。之後第8日就係代表耶穌復活嘅日子，亦都係新嘅開始。教堂有3組大型嘅彩色玻璃窗，北面嘅一組由於係向海，所以故事都係同海有關嘅。左右兩邊就係海軍同埋漁民，背景有中式船、商船同埋戰艦。耶穌就喺中間嗰度平息風浪。南面嘅一組係向山嘅，所以講述耶穌出生、領洗同埋升天嘅故事。東面嘅一組就係喺聖壇嘅最後方，係耶穌被釘十字架嘅畫像。兩旁就係聖母瑪利亞同埋門徒約翰。呢一度有一張主教座椅。座堂嘅英文 cathedral 係源自於希臘座位嘅意思。而家就係泛指主教尊座。呢一張尊座係由1957年沿用至今噶啦。上方就係香港聖公會嘅徽號，
而第一任維多利亞教區嘅主教呢，就係1852年為呢一個教堂祝聖嘅斯美夫主教。呢一度呢，有一個銅製嘅讀經台。教堂嘅南翼呢，係聖美加勒小堂，係喺1924年加設嘅，可以舉行小型嘅崇拜，同埋用於個人祈禱。牆上呢，有3塊紀念碑，記載住戰爭死難者嘅名單。2025年年中呢，聖約翰座堂呢曾經進行過屋頂嘅修葺，所以聖壇嘅頂部呢架設咗一啲竹棚，喺空間之中呢輕巧咁穿梭。有趣嘅係呢一啲竹呢同呢一座西式嘅教堂好似毫無違和感，反而呢係好有特色嘅一個期間限定嘅畫面。不過幾個月之後嘅11月呢已經完成咗修葺啦，所以呢一啲竹棚呢而家已經拆晒噶啦。聖約翰座堂嘅西面呢，有一座差唔多樣嘅建築，而家呢就係叫做禮堂，係喺1918年興建，喺2000年嘅5月呢，亦都曾經進行過屋頂嘅翻新。教堂外呢，有一座 Celtic Cross 嘅十字架。Celtic Christian 呢，其實係英國最早期嘅基督徒群體，十字架呢係佢哋喺1935年贈送嘅，象徵住香港聖公會同埋英國聖公會嘅聯繫。外面嘅辦公樓呢係喺1956年加建嘅，裝飾呢亦都同教堂相互配襯。關於聖約翰座堂嘅介紹呢就到呢一度啦。如果喜歡呢條片嘅話，歡迎讚好、訂閱、留言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